宜兰县政府有补助这地势较低所在，甲稻草带入去土骹下底50公分，避免在风台来的时阵，好流流出去，安尼踢到水沟啊。也毋过其实有公所反映讲，这是无啥效果的代志。另外，部分的农民呢，也是会选择伫挂稻啊期间，规起甲一寡农业的废弃物顺续甲烧烧咧。这县政府表示讲，会加强宣导甲辅导。 农民伫家己的田里或者是菜园啊，投烧农业的废弃物，造成空气污染，这是违法的。不过，伫宜兰这款的情形也是真接快。会当透过，比如讲村里长等等吼，都是增加搁较侪这种宣导的方式，互大家知影讲，除了稻草以外，都是伫厝内底这款废弃物，或是讲粪扫，其实是嘛袂当伫厝内底安尼黑白烧的吼。 即嘛是稻仔收成的时期，另外有农民认为讲，烧稻仔除了解决废弃物的问题，卖当较无虫，互土肉较有肥，所以就算是违法，要是清早看到有人咧偷烧。不过，县府讲，烧农业的废弃物会造成空气污染，歹处也是占较大棚，所以会加强宣导甲稽查。我们是针对个人啊，就是空气污染防治法是1200元以上到10万元以下这样。另外，农民挂稻仔了后，根也会留伫土地。 若拄着风台大水雨，这稻仔的根有可能甲排水沟塌掉咧，造成饮水的问题。县府嘛补助伫地势较低的所在，每公顷6000块来还耕，请农民甲掉伫土林稻仔的根，甲伊翻入去土地50公分深。毋过有向公所反映讲效果无好，因为若拄着大水雨，要是会甲排水沟塌掉咧，甚至规个大路拢是。稻埂的翻耕这个问题，我们希望宜兰县政府可以来补助。 将翻耕的补助改成把它捆成稻草，就是说我们建议农民卖切长不要截断，就是留整株的一个稻埂。县府表示，会甲公所的意见纳入检讨，建议先伫地势较低的所在小规模来试办，请农民保留规丛的稻仔，莫甲挂复长，而且回收，会由县政府来辅导甲补助，效果若袂歹，会评估敢是要推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